现代台语版圣经民数记第28章，逐日着献的祭。上主吩咐摩西，命令以色列人讲：恁着照时心中奉献祭物予我，用火烧做我所喜爱芳芳的食物。你搁着甲因讲：恁逐日着献2只无瑕疵1岁的羊羔仔做烧法祭，用火烧做芳芳的祭物献予上主。早起时甲黄昏的时各献1只，搁着将1公斤的幼米粉甲煎出来1公升的橄榄油炒做伙，献做素祭。这是伫西奈山制定，逐日着用火烧献予上主芳芳的烧法祭。献第一只羊羔仔的时，嘛着伫圣所用1公升的厚酒做奠酒祭，献予上主。黄昏献另外迄只羊仔的时，着甲早起时同款献素祭甲奠酒祭，拢用火烧做芳芳的祭物，献予上主。安息日献的祭，安息日着献2只1岁无瑕疵的羊羔仔，搁献2公斤超油的幼米粉做素祭以及奠酒祭。这是逐日着献的烧法祭甲奠酒祭以外，每一个安息日着搁献的烧法祭。初一献的祭。逐个月初一，恁着献烧法祭予上主，就是献2只牛公仔，1只绵羊公，7只1岁的绵羊公仔，这个拢着无瑕疵的。献牛公的时，嘛着献3公斤超油的幼米粉做素祭；献绵羊公的时，嘛着献2公斤超油的幼米粉做素祭；献逐只绵羊公仔的时，嘛着献1公斤超油的幼米粉做素祭，这是烧法祭，用火烧献予上主芳芳的祭物。献烧法祭的时，嘛着献奠酒祭，一只牛公配合2公升的油，一只羊公配合1公升半的酒，一只绵羊公仔配合1公升的酒。这个是1年中间逐个月初一着献的烧法祭。除了逐日着献的烧法祭甲奠酒祭以外，着用1只山羊公做赎罪祭献予上主。搬过节着献的祭，正月14是上主的搬过节。这个月的15起是节期，着献无甲饼7日久，头一日着举行圣会。任何日常的工作拢毋通做，你着献无瑕疵的2只牛公仔，1只绵羊公，7只1岁的绵羊公仔做烧法祭，用火烧献予上主。献逐只牛公的时，着配合3公斤超油的幼米粉做素祭；献迄只绵羊公的时，着配合2公斤超油的幼米粉；献7只绵羊公仔的时，逐只着配合1公斤超油的幼米粉。搁着献1只山羊公做赎罪祭，甲恁赎罪。恁逐早起献烧法祭以外，搁着献以上这个祭。同款，逐日献的烧法祭甲奠酒祭以外，连7日着照规例用火烧，将芳芳的食物献予上主。第7日着举行圣会，任何日常的工作拢毋通做。7日收割节着献的祭。7日收割节就是恁将初熟的五穀做素祭献予上主，迄日着举行圣会，任何日常的工作拢毋通做。恁着献芳芳的烧法祭予上主，就是献2只牛公仔，1只绵羊公，7只1岁的绵羊公仔。恁献逐只牛公的时，着配合3公斤超油的幼米粉做素祭；献迄只绵羊公的时，着配合2公斤超油的幼米粉；献迄7只绵羊公仔的时，逐只着配合1公斤超油的幼米粉。搁着献1只山羊公，甲恁赎罪。逐日着献的烧法祭甲素祭以外，恁着献这个无瑕疵的祭物甲奠酒祭。